乡亲啊，过来这件是有一个男子到台北火车头要坐火车，但是无拍票，是直接为出口入站，当场就互站务员抓包甲抓落来，叫伊着买票。伊是安尼怀爸爸，就开始讲要找朋友，尾也改喙讲要先就车再来补票。三讲四讲，竟然出手共拍这个站务员，安尼怀哥哥。现场真侪乘客拢着车惊，一直到警察赶到位，伊才来落软，甲站务员找失礼。穿乌衫的查甫人情绪激动，徛伫个台铁票门口，手提签拖向站务人员直直拍。敢若看保全徛伫两人中间，过无偌久，佫爆发第二届冲突。走开！他是一直动手动脚的。才怪，你先打我的！提签拖共拍，佫拍人、喝救人，查某人指控站务员先动手，伊才挡袂牢出手，惊动袂少人，地点就伫咧台北车头 B3票门口。就看到站务员跟一位乘客在打架，然后我的理解是那位乘客应该是想要逃票，他从没有闸门的 TR Pass 要进月台搭车，然后他可能想要上车再补票，然后站务人员不允许，所以他们就打起来。发生伫咧23号中昼12点外，洪姓男子根本就无买票，为 T Pass 出口进站，互站务员发现。一开始讲要找朋友，后来佫讲要先上车后补票，双方发生冲突，保全佫出来做公亲。他从出口要逆向进来，问他原因什么因素。本来刚开始说他是进来找人，然后跟他讲说不行，你要找人，如果干嘛不要买月台票？照台铁规定，民众若买一般的票，坐较贵的车种。就需要补票，若是赶车也是调工倒票，就要加纳票价1.5倍罚金。这届乘客攻击站务人员，想要硬冲月台，不过警方一来态度大转变，随会失礼，搁补票，才结束这个事件。Hello， 我是林明瑞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